主任補牙點解有時要打麻藥，有時唔使打啊？我應唔應該話俾佢知，我哋睇牙用嘅係局部麻醉，藥劑量好少，對大腦嘅影響幾乎可以忽略不計，完全唔使擔心會影響心智同智力。至於點解有人打麻醉藥效果唔同，我哋就用蛀牙做例子講下。如果蛀得好淺，只喺牙齒表層，其實打唔打麻醉藥分別唔大，通常都唔會痛。但當蛀牙發展得比較深咧，有時牙醫唔即刻幫你打麻醉藥，係因為需要透過你嘅疼痛反應嚟判斷牙髓、牙神經嘅活性係咪正常。呢點對後續制定治療方案好重要。不過而家大部分客人都比較敏感，所以通常都會打少少麻醉藥嚟緩解不適。但如果蛀牙情況再惡化，牙神經已經暴露，需要做杜牙根管治療嘅時候，咁就一定需要打麻醉藥啦。而當病情發展到牙髓完全壞死嘅階段，就算唔打麻醉藥，治療時都唔會有太明顯嘅痛感。所以最終係咪需要打麻醉藥，都要靠牙醫即場判斷。唉，算啦，我仲係話俾佢知啦。